现低于甚至4周也比较多。天气情况不太好，我们看一下吧，商量一下。你看，从上一个是上一个是4云图上移动也比较快，云图上看到这1个小时移动的也比较快。对，看一下风控电雷达。这里吧，中高层的热气流，现在流水气比较充足一点。然后能见度的话是4000。这边天气现象是雷暴斑斓线负的 TS，GS， 然后这边是有1个量低云，高度是100米 ，FEW 东幺洞，这是 SCT 东33CB。阿杜继续给塔台再报一下。你再看一下电脑。报告塔台，气象报告，本场有雷暴过境，能见度降至4公里。本场上空及四周有3个量的积雨云，云底高1000米，四周有1个量的低云，云底高300米。好，后续天气我们将继续报告。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，而从西宁飞来的航班也即将抵达。气象班组需要时刻关注着天空的变化。他们的预报关系到飞机能否准时平安降落。